立法院明仔载要处理华东快速道路和环岛高铁建设特别条例草案，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合作，透过表决是有机会过关。今仔下晡党团嘛进行最后的协商哦。民进党团是表示讲，若输若败，硬要用表决跳过一套的讨论，会请行政院申请总统许可，而请立法院来复议，甚至来申请宪法改释。控诉控三大地当了后，各界关心华东重建。国民党团总调박근기等人所提案的华东快速环岛高铁建设特别条例草案等，14日伫议会处理。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合作因素优势之下，有希望表决通过。13下晡要进行最后一摆调解协商。不过，立法院伫批评草案是乌空国库的失速列车。整个重大建设的可行性评估，曾几何时又变成立法院来做审查？那以现在台湾重大建设来看的话，100多万，现在在做可行性评估，那是不是全部都收回，让立法院来审查？因为民众党团已经提出3读特别预算版本的修正动议，回归公务预算处理，已经得到国民党团同意。那13党团协商无成功，因为草案拢已经通过1个月协商冷冻期，相近就是议会对表决。他们也签字，就会变成针对我们修正动议的部分呢，是2个党团共提修正动议，用特别预算的部分，把它删掉。你要做的话，就要用公务预算。民众所殷期盼的交通建设有任何的进展吗？如果说没有进展，现在因为3党不过半，而在野党提出来这样子一个诉求之后，又在口说违宪，这到底谁才是不想要做事的人？那被联手共度关山成功，民进党立会议亦要求政院请总统许可。各议请立法院来复议，甚至申请释宪，针对民主宪政有马上危害部分，申请暂时处分。记者综合报道。